誒，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又係截然不同嘅時候啦噃。咁啊，啱啱琴晚咧就跑完呢個國際騎師錦標賽啦。咁啊，即係今朝早咧就傳統慣例啊，跑完國際騎師錦標賽之後咧，第二朝早咧喺沙田馬場呢度咧，真係特別繁忙，因為又有啲抽籤啊，有啲國際賽嘅即係晨操啊，咁好多海外嘅傳媒啊、海外馬匹啊都會落草地去即係感受一下呢個草地係點樣啊，或者等隻馬適應一下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搞到晏晝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星期四都係好繁忙咯，星期四、五、六都好繁忙。星期六好啲㗎，星期六好啲啊，即係去到晨操啊，咁就即係都會有啲早餐會，但係即係每年出席嘅騎練又唔算特別多啦咁樣。咁最主要都係星期四、星期五呢兩朝早個國際賽晨操係比較繁忙啲嘅啫。好啦，咁啊上個禮拜就講咗即係冇乜大賽氣氛啦，咁樣咁啊，其實近年間亦都同呢一個資訊發達係有關嘅，因為即係以前咧未有資訊咁發達嘅時候咧，咁好多嘅即係賽馬雜誌啊，例如賽馬雙周啊、賽馬天下啦、跑馬雙周啦呢啲咧，咁其實喺國際賽之前咧11月號啊已經開始又會講國際賽嘅嘢啊咁樣，咁亦都可能喺國際賽前佢會出啲特刊啊，咁啊講下啲外隊馬有圖文並茂，好精彩嘅，我都記得我曾經係睇過，有啲好似係派發。有啲好似係買嘅，咁啊，咁所以再加上啦，以前即係我記得試過，譬如話喺國泰賺咗幾年啦，即係99啊、2000年啊嗰啲日子咧，咁啊賣廣告買到紅隧入口咧，都係見到國際賽廣告嘅空前盛況。咁嗰陣時嘅大賽氣氛係激烈，咁濃烈啦，唔係激烈，濃烈啦嚇。咁甚至乎就係馬會喺11月11月中就已經開始有好多一啲國際賽嘅宣傳廣告啊，咁樣係不斷係咁轟炸你嘅，甚至有時咧，你以前都推出過啲咩咧？推出過一啲，譬如話投注站有一啲咧叫國際賽嘅即係入場嘅特別 pack 有張入場券啦，而有張紀念卡啦，有啲即係紀念頸繩啊，呢啲曾經係推出過，咁但係即係近年間就冇嘅，相對地冇咗呢樣嘢，咁所以你話大賽嘅氣氛就真係唔濃厚，相對係比較平淡啲。咁啊上個禮拜講咗呢個啦，咁啱啱上個禮拜即係啱啱禮拜日啦，就跑完馬之後咧，咁啊我哋嘅 CEO 啦嚇，阿應總又出嚟講嘢喎，咁佢話喂，好多練馬師就即係反映因為咧好多4班馬咧報唔到名咁樣，其實咧日馬咧係咪都其實有空間跑到12場咧咁樣？嗱，對於呢樣嘢咧，其實就即係一個惡性循環啊！我成日都咁講係惡性循環嚟嘅因果嚟嘅啫嚇。即係如果你信佛教嘅咁啊講因果啦，咁呢個的而且確係一個因果嚟嘅。咁點解會有4班？就嗱個果就係點解4班馬太多報唔到名啦？而個因係點解咧？因為以前咧。其實大家有印象嘅話咧，以前跑82個賽馬日嘅啫嘛，跑落7月頭或者6月尾就收鑼噶啦嘛。咁而家就夾硬咧就加多咗6個賽馬日，變成88個賽馬日啦。咁其實去到即係踏入即係下半季啦，因為譬如話而家今年2025至26馬季啦，踏入26年開始咧，好多時日馬就會跑11場噶啦，有時加多一場海外轉播，變咗12場馬都唔出奇㗎，係嘛？咁變相嚟講咧，係因為加多咗賽事嘅關係咧，就香港嘅馬本身咧，以前得12隻馬嘅啫，咁啊唔夠圍嘅。因為如果你跑得咁密嘅話咧，場數多咗嘅話咧，啲馬咧其實佢唔係唔使休息噶嘛，啲馬有時都要休息噶嘛。或者我之前都講。通常啲馬你由冇狀態操到有狀態，唔係講緊一個禮拜嘅事啊嘛，係講緊1個月嘅事啊嘛。啲馬要慢慢谷起個狀態嘅，咁啊谷起咗個狀態咁先至跑嘅。一跑嗰個跑幾場咁啊，跟住又冇狀態咯，跑到鋸咗咯，咁跟住又要等隻馬唞一排再跑咁樣，咁啲馬係唔夠嘅。咁於是乎咧就即係不斷咁樣。入口嗰個馬匹嘅數量就增加咗，去到全盛時期，我哋香港能夠比賽嘅馬咧，起碼去到15隻。咁15隻唔係問題嘅，沙田即係2個馬房可以消化到 around 1200隻，咁仲有幾百隻喺從化，咁係 OK，因為有咗從化嘅訓練場。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因為你入口
多咗。而香港嘅制度就係話你入口嚟嘅時候咧，大部分馬都由4班開始跑起嘅嚇，跑得好嘅有表現嘅成就好嘅，咪一路贏馬一路加分，跟住升班3班再升上去咯，係咪？跑得唔好嘅咪一路減分咯，減落5班咯。但問題香港嘅制度係加分係快過減分噶嘛，贏一場馬點都加5分加7分噶嘛，衰地都加3分咁樣噶嘛。咁但係減分好慢嘅，你跑第4跑第5，如果輸得近嘅未必減你分嘅。咁所以造成一個咧，你升班好容易，但係要降班好難，咁嘅情況出現。咁再者就係話，因為入口嘅馬多咗，精英嘅馬唔係咁多，好多平庸嘅馬出咗嚟。咁呢啲馬跑嚟跑去，成日都跑唔到，但係你減分又減得慢喎。咁於是乎好多馬咪晾住一個4班，因為4班係呢一個40至60分啦。咁變相你咪好多馬晾住喺40至50分呢一個評分區裏邊咯。咁嗰度起碼都有200-300隻馬㗎，衰地講句，可能未必有嘅，但係應該點都有啊。咁所以變相嚟講就係話，當你每次嘅4班賽事咧，又開得咁即都唔係開得少㗎啦，而家4班都拆組㗎啦，拆2組、拆3組嘅，都算拆得多。但係你好多馬係因為佢質素平庸啊嘛，你要馬多啊嘛，即係好似你間公司，我而家擴充營業，咁我擴充營業，我一下子就話擴充營業係嘛？雖然我資金冇問題啫，我要請人㗎嘛，咁我變相乜人都請入嚟，咁你總有啲人嚟請咗翻嚟係才能比較低啲㗎，咁久而久之呢啲就變咗冗員㗎咯喎。咁你冗員你話佢做唔到嘢咩？佢又唔係做唔到嘢，佢都幫到手啊。不過佢能力低啲咁解啫嘛。咁所以變成4班喺40分至50分呢個分區裏邊嘅馬就有一堆馬喺度嘅嚇。叻嗰啲馬咧，因為呢啲馬係一齊跑㗎嘛。咁永遠呢啲平庸嘅馬同一啲叻嘅馬50至60分分區嘅馬一齊跑。咁永遠都係高分評分區嗰啲贏嘅，低分評分區嗰啲成日贏唔到嘅，嗰啲質素平庸啊嘛。咁於是乎嗰啲馬又減分慢咯，又過唔到落5班喎，造成咗4班咪擠塞咗咯，係嘛？呢個就係個因同佢果啦，佢造成咗而家咪4班。就算你開10場4班都好啦，跑晒10場都係4班都好啦，其實咧你都未必能夠消化得晒啲馬㗎嚇。咁可能跑多幾次得嘅，但係你譬如話一日跑10場都係跑4班賽事嘅話咧，咁當然啦，要考慮啦，個投注額肯定低啦，因為4班嗰啲動物大遷徙咁樣，我哋叫做動物爬行大賽，又冇乜人想去投注嘅咁樣，咁於是乎就呢個係惡性一個循環嚟嘅。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啦？個英文咧叫做 Less is more 啊。咁啊，以前咧有隻日本嘅叫做護膚品牌叫 Franco。Franco 無添加咁啊！呢一個最初嘅時候咧，係梁詠琪做代言人賣廣告嘅。咁嗰陣時，佢哋嗰個廣告裏邊有句 slogan， 有句宣傳口號就係 Less is more 啦。咩叫 Less is more 啦？咁樣咁其實就係兩個意思啦。第一個意思咧，即係廣東人容易明白就物極必反啦。咁第二個意思咧，咁就係即係好多人都明白㗎啦。即係所有嘢，譬如話食嘢都係啦。啲嘢最好食嘅嘢，通常咧佢就冇乜特別材料嘅，啲材料好少嘅，好天然嘅，唔會加啲咩防腐劑啊、色素啊嗰啲，好少咁。同埋嗰個叫做食用限期就好短㗎。咁所以咧係越珍貴嘅嘢咧，基本上咧其實越少㗎嚇，即係好似人哋拍賣啊嗰啲越稀有嘅嘢咧係越貴嘅。咁但係咧馬會就剛剛相反啦，佢哋咧就中意調翻轉啦，佢哋中意more is more 啊！佢哋諗住咧就係以一個狂轟嘅一個形式，好似以前嘅好傳統嗰種洗腦嘅轟炸式廣告。總之咧，你越係見得多咧，我越係洗你腦咧，你就越會即係會入局啊咁樣。咁啊，所以咧，於是乎咧就係不斷咁樣跑啦，加賽事啦，咁啊加賽期啦。咁啊問題就係話馬迷嘅銀包會得咁多嘅啫嘛，係咪？即係你嗌個 pizza 翻嚟啊，我嗌個12寸批，如果我要6個人分嘅，咁我一人咪切6份咯，切6份啱啱大家食都夠嘅，係咪？咁如果唔係嘅，
我切4份嘅，咁我大嚿啲啊，係嘛？咁我就食得飽啲啊。咁唔係喎，而家一個12寸批喎，但係咧有18個人分喎，咁點分咧？咁我可能要切12份啦喎，甚至咧要再切細啲啦喎。咁結果大家食完嗰塊 pizza 之後咧，其實就唔飽嘅，浪胃都攝牙罅都唔夠嘅。咁亦都等同啦，馬迷佢本身預咗今日賭馬就500蚊本嘅啫。咁如果你跑10場嘅，咁我有50蚊賭一場，或者我1、2、3場冇心水，第4場我先一嘢轟2嚿水落去，中咗我繼續玩，唔中咪繼續後邊慳住咯，冇所謂㗎，係嘛？咁一個人包得咁多㗎啦。咁如果你跑10場嘅，跑11場嘅，咁我咪將啲500蚊本再拆碎啲咯嚇。咁如果你跑12場嘅，我又係得500蚊本啫，我唔會因為你跑12場，我會拎多500蚊本錢出嚟噶嘛，係咪？甚至好多馬迷好似而家好似我呢啲咁樣，都係即係我哋叫精賭精挑細琢，揀到嗰場自己好有心水嘅認為個成數都幾高下咧，你先至會落注嘅。咁所以啦，你就算跑100場馬都係咁計啦，我銀包係得1000蚊嘅啫。咁我就集中投注1場或者2場。其實大戶都係咁樣操作嘅，你唔好以為大戶賭好多啊，只不過大戶係個注碼大，同埋佢哋係有一啲即係穩陣嘅消息，或者有啲精算嘅人士幫佢計咗邊啲馬會穩陣啲，成數機率回報高啲有嘅，咁佢咪一嘢買落去嗰場咯。佢大戶都唔係場場買嘅，咁所以馬會如果你要咁樣去即係跑多幾場賽事咧，其實你唔會話個投注額會上升㗎噃。其實係可能平均嘅喎，但係問題又出現啦，就係話咁你跑長咗時間，你係咪要翻工嘅人翻長啲呢？咁有啲部門好似即係我呢類嘅，其實日薪計嘅你跑10場同跑11場呢，我都係收咁多錢嘅，冇着數嘅。咁但係有啲唔係啊嘛，譬如話做有啲部門啦佢哋係 part time 係時薪計噶嘛，你跑多2個鐘，佢咪翻多2個鐘，咪賺多2個鐘錢咯。好啦，咁結果形成咗一個咩事啊？形成咗就係喂，你投注額就冇增加到，但係你使出去嘅人工你又使多咗喎。結果你總計埋單，可能你都係賺唔到錢，甚至又係咧，即係條數都唔好睇嘅。咁所以即係馬會就肯定冇諗過呢個問題啦。好啦，咁但係你話喂，咁而家你4班馬咁多，咁點解決咧？咁樣咁點解4班馬咁多咧？咁因為即係都講過啦，好多人都知啦，咁香港啲馬一入嚟4班開始噶嘛，咁但係我哋問題就係話加分快減分慢啊嘛，係咪先？咁你跑1-2場贏咗就好快升班，但係你成日都跑到個近字嘅又唔減分，跑4至6名你又唔減分甚至有時減1分，咁你幾難先由50分減到去40分先至落到班呢？係咪？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要解決嘅方法嘅呢，其實你應該係即係停咗一季嘅新馬入口，停咗一季新馬入口，因為而家一季入口新馬係大概400幾隻咁啊，有時去到500幾隻都有噶嘛，500隻都有噶嘛。咁如果你停咗一季嘅，咁你而家啲4班馬就可以消化咗啦，係咪？咁或者搞嗰個評分制度啦，減分會唔會可以快啲啊？咁樣咁因為等啲馬唔得嘅，嗰啲冇用嘅，比較上質素差啲嘅，咁快啲降到落5班啦，降到20分以下啦。因為我哋個制度20分以下嘅，去到季尾嘅，基本上嗰啲馬係唔留噶啦嘛，20分以下全部就淘汰噶啦嘛。咁如果啲4班馬真係冇乜用嘅，咪等佢一路跑唔到，咁一路快啲減分，減到落5班，咁去到20分樓下，咁季尾咪一次過清理咗佢咯。你只要停咗入口新馬一季，或者減半啦，嗱，即係馬會就好難會停入口新馬嘅，因為佢前排就係咁谷人做馬主，甚至咧以前一定要香港賽馬會會員先至可以有養馬嘅，咁但係因為咧前排都鬧馬主荒㗎，冇乜馬主嘅，咁於是乎咧就
即係放寬咗啦，有啲就算香港冇馬會會籍嘅，但係喺外國上邊咧係有養馬嘅，例如冚天鐵翼啊，呢個南非嘅大馬主 Mary Slug 啊，或者呢一個嘅展鴻威嗰個啊張悅勝先生，玉龍集團張悅勝啊呢啲，咁佢都冇香港賽馬會會籍嘅，但係都俾佢香港養馬，因為唔夠馬主。實際上好啦，咁跟住咧而家就有一批新進嘅馬主啦，即係有啲好多都係國內人士啦，你而家打開馬會嗰個即係馬主登記名冊，你睇到啲馬主中文名可能冇事啊，一睇埋個英文名且係拼音名嚟嘅，咁好明顯咧就係內地嚟香港嘅專才啦嚇，咁所以嚟講咧，咁你又谷馬主喎，咁但係你入口馬又要 cut 喎，所以馬會就未必會 cut 入口馬嘅，但係你減少一半得唔得咧？我覺得係得嘅，譬如話由500隻減到200隻咧，你每年啊做1-2季夠㗎啦，淨係入200隻嚇進口馬，咁你等而家啲4班馬咧，再調整埋嗰個叫做減分嘅評分制度，減分快啲，咁等而家啲4班馬咧快啲減落5班，跟住淘汰咗之後咧，咁你先正常翻個入口馬匹嘅入口數量咧，其實咧就可以解決到呢個4班太多馬練馬師塞車報名嘅問題啦。咁但係好明顯咧，而家馬會嘅裏邊管理層啊嗰啲人咧，其實都係冇呢個知識嘅。我可以咁講，我相信咧普羅馬迷甚至咧而家所謂有研究賽馬嘅所謂評馬人咧，佢哋對於賽馬嘅理論知識咧係一定多過而家馬會咧上邊嗰班管理層嘅，因為嗰班咧純粹就係揾錢啦，同埋 social 嘅啫。咁所以咧呢啲咁嘅即係簡單嘅方法咧，佢哋係唔會諗㗎嚇，因為有時要涉及到其他人嘅利益啦，係咪？喂，我叫咗你入嚟做會員養馬喎，突然間我限制咗今年唔發咁多即係馬主嘅簽，咁你班馬主咪會投訴我咯，係咪先？咁但係佢要顧及啲利益。咁你又即係你冇嘅，永遠都要點都要痛一次嘅，顧此失彼咧，點都係要即係總係會經歷過呢個階段。好啦，咁就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又大家見到即係換咗個背景嘅，因為點解咧？咁頭先個今朝早拍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拍下咧，原來支咪冇電，咁所以後段聲咧就冇咗聲啊。咁我即係所以咧最尾我而家要即係拍多個後段咁樣啦嚇，咁嗱嚟緊禮拜日咧就呢個國際賽㗎啦。咁其實琴晚咧莫雅或者你見到咧布宜諾騎馬，哇！真係你諗下莫雅嗰啲功力啊，布宜諾贏呢個品德寶寶最後嗰啲隻馬有少少片嘅，佢即刻立翻行條韁繩嗰啲反應，呢啲就係即係大騎師咯，真係。師傅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咯。咁你話喂，潘頓琴晚冇影，你預咗冇影啦。琴晚佢手馬都唔係特別好啦。琴晚我喺賽前直播都係咁講啦。咁嚟緊禮拜日啦，咁就有呢一個國際賽正本係上演啦。咁其實就真係冇乜大賽氣氛嘅，只不過就大家如果你即係支持港隊嘅話，至少2場你一定有得揮旗仔㗎啦。咁就嘉應高升啦，同埋浪漫勇士，理論上如無意外都係穩。即係10拿9穩㗎啦嚇，咁除非即係陣上嗰啲咩意外啊咁樣咧，就另計啦呢啲嘢。咁但係就一哩賽就應該好睇嘅，因為一哩相對比較平均啲。咁如果大家入場嘅話咧，都可以入去支持下嘅。咁否則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喺電視睇都 OK 嘅。有時唔想逼啊嘛，我都明白嘅咁樣。好，咁傾到呢度，咁下個禮拜再同其他傾過其他話題啦。